我哋就睇一睇住客點樣描述漏水狀況。講個漏水狀況。漏水狀況就係呢度啲水係喺呢度漏出嚟㗎。係呢度啲水係先整即係拖塊布嗰時整到出嚟啫。OK， 好。咁平時咧就依個位置度，呢個位置喺出邊漏出嚟，同埋漏出嚟出邊入邊漏咯。即係OK， 總之兩邊都會咁樣出水啦。咁通常有冇話沖完涼之後定係咩情況？嗱，我試過閂咗條熱水掣，煤氣爐呢個熱水掣。係。咁啲水咧就慢咗，但係都係有滲。係。即係唔係淨係條熱水咯。OK， 好得好。嗱，你發現咗幾耐嘅呢個？上個禮拜，其實上個禮拜一嗰陣時就已經發現有啲黃色嘅液體流出嚟喺個罅度。係。咁就冇為意，好少嘅啫。係。咁流下咧，跟住啲水咧就依個禮拜尾嗰段時間咧就開始越嚟越多啦。OK， 好。咁就擺條毛巾喺度索咯。OK， 好。咁呢條毛巾啦，咁樣我諗係嗰度一條毛巾，裏邊同出邊要喺度索咯。OK， 好。咁索完就瞓覺前就擺啲毛巾喺度索啦，咁樣 OK。係咁啊，朝早就要濕晒佢咯。OK， 好，明白。滲樣出嚟咯。明白。OK， 好，得好。紅外線顯影下，漏水無所遁形，確認漏水位置再進行工程，先可以真正解決漏水問題。漏水其實一個好繁複嘅問題，如果胡亂去做工程，睇唔到會解決到問題。所以如果要解決到漏水問題，首先應該揾漏水專業人士用唔同嘅儀器，確定好漏水問題先至定點做工程。如果唔係，只會浪費時間及金錢。K21 漏水檢查預約WhatsApp 92185392。